镜头所等的台湾，有真侪爸爸妈妈都惊出入病院会喂着病毒，所以一直无带小宝宝到病院去注预防射。也毋过医生讲，若是错过这个注预防射的时间，毋若达袂到预防的效果，阁会影响到幼儿的抵抗力。所以要提醒咱的乡亲，也是爱按照这个时间带囡仔去注预防射。 伫疫情期间，病院是有真侪病毒，也有高风险，所以讲大人就算做好准备，医院的烦恼讲囡仔若去遐会去围着。台北市卫生局最新的分析发现讲，5项囡仔应该注的射，伊注的比例拢总下降，上侪就是 A 型肝炎下降9.6%。 德国摩尔31是8%，日本脑炎是5.08%。医生讲，若是囡仔错过注射的时间，有可能会影响到免疫力。 为着病机会就较大，而且毋是所有的病拢会使外靠挂喙암甲接洗手来解决。像讲日本脑炎，就是因为蚊仔叮着来传染的。在这个防疫的当下呢，也要去医疗院所完成应该要接种的疫苗。疫情期间，加上最近如果是上后去为着肠仔病毒的季节，大人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范，才有法度确实保护厝内宝贝。